蘋果日報近有一篇專欄指，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四出找尋正義聯盟召集人李思嫣，原因係接到有變性人向平機會投訴。正義聯盟李思嫣就呢件事感到非常不滿，唔明白點解要通過報紙先知道平機會揾緊自己。蘋果日報未立法，先打壓，資不好動，資不好動，大眾側目。而佢亦都指自己嘅聯絡方法喺網上好容易就可以揾到，所以唔明白點解由評估會到今日仍然都未能夠直接揾到佢，因此佢認為《蘋果日報》有可能係誇大咗事情，實質係為咗抹黑佢。李思嫣於是聯同多位正義聯盟嘅成員，先去平機會直接揾周一嶽同埋各位投訴人，希望大家講清楚投訴嘅內容究竟係乜嘢。可惜到場嘅時候，周一嶽並冇出現。之後正義聯盟去到《蘋果日報》嘅總部，舉牌抗議《蘋果日報》多年嚟用傳媒平台去挖苦同中傷佢，亦都將佢所屬嘅團體描繪成神秘組織，藐視佢哋多年來為地區做嘅努力。